伫家己推广台语表演艺术的阮剧团成立20年啊，为着要纪念这个过程，阮剧团头摆设计高龄共用的计划，那成立地方工作团队，访问在地时代，结合表演、座谈、放影片方式，希望发现到家己无共款的面貌。我这样就要推这衫大家讲这个当作这个哪像是爱玉。社区的前辈分享因伫在地成长的故事，有人分享较早的生活，嘛有人讲食色的历史。阮剧团为着要庆祝因成立20周，头摆用高龄共融的方式，结合表演、座谈、放影片来呈现一摆的活动。透过这无共款的记录的方式，希望这阮收集到阮身躯边最精彩的这是大人的故事，会使甲留落来。为着要执行这个高龄共融的计划，阮剧团成立地方工作队，去到家己县市各乡镇，透过影像、文字的记录，佮邀请地方的前辈甲少年人对谈，要来传承地方的记忆。会当将咱的本土文化做较好，佮会当互这囡仔、少年人来承接，咱会当将这文化表现出以外，咱嘛会当去互因这囡仔能见度，佮因的曝光度会较悬。它可以分享我们的记忆跟你们的记忆，所谓的你们就是比较年轻的记忆，然后我们的时代跟这个时代透过了无形的一个情感的流荡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。阮剧团表示，每一个人生命经历拢无同，拢有精彩的故事通讲。剧团成立20周，推出这个计划，除了是一个纪念，嘛是要延续这种无形的文化资产。希望这是一个开始，未来会当增加无共年会、无共族群，互大家互相理解、共同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